石头剪刀布。他竟然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。江总，要不要一起吃午饭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在公司跟我保持距离，被人看到了怎么办？如果被人看到，就说我们俩在汇报工作呗。也对哦，以正常人的逻辑都不会觉得咱们现在是夫妻关系，真莫名其妙。世界上很多事情都跟 bug 一样，都是会莫名其妙发生的。饭你自己吃吧。这是附近口碑最好的外卖，不会委屈你的。我不需要。那我们石头剪刀布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以后就跟我一起吃饭。那要是你输了，以后就不再缠着我。我向程序组的 F4们发誓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他竟然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。我赢了！哇，你真的赢了！来，快点吃饭吧。哟，今天呢，就先将就一下，明天想要吃什么，提前告诉我，或者有什么需求都行。说的和你什么都能解决一样。这件事情跟编程一样，只要需求清晰，技术能够实现，服务器跟得上，就没有什么完成不了的。嗯，那我想看烟花。市区里不让放烟花。你看，我就说了吧，不要说大话。哎，陆离，你快点吧，老袁的车都在楼下等着呢。啊，你们先走吧，他坐我车走。啊，行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好。不着急，你慢慢来。好了，工作时间不认真工作，净搞这些旁门左道。行，愿赌服输。那我就等你一起吃饭吧。